南韩甲美国联合军演反制北韩技术，向东海射4粒地对地飞弹。日本、美国嘛伫九州西边联合操演。南亚国家孟加拉昨电网各样，全国超过8成的地区大停电，1.3亿人无电通用。欧盟宣布自2024开始，所有的手机便帮的充电线统一用 Type-C 的规格，苹果的产品影响上介大。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北韩昨是射飞弹，路线是直接飞过日本的领空。这2天，美国、日本甲南韩拢咧军演，要吓北韩，爱北韩卖遐放肆。南韩甲美国今日透早是联合军演，向东海射4粒地对地飞弹。南韩的空军嘛出动 F-15K 战斗机，向黄海模拟目标弹2粒炸弹。也那是日本的自卫队，嘛甲美军伫咧日本的九州西边联合操演，出动 F-15、FG、F-35各共12架战机。这北韩是愈来愈接射飞弹，而且射的路线较距离是愈来愈超过。有专家就认为讲，北韩后一步真有可能就会试用核武器。联合国就动动谴责北韩的行为，呼吁金正恩爱放弃核武。南韩的联合参谋本部初步证实，南韩甲美国双方透过初步透早的联合军演，向东海总共发射4粒陆军战术飞弹系统的地对地飞弹，并且精准射着目标。不过，南韩军方发射另外一粒核武类型飞弹，敢若是偏离轨道，落登去基地失败。这是韩美连续第2天针对北韩的导弹试射进行联合军演。韩美随时空中联合军演。南韩的空军出动 F-15K 战斗机，对黄海模拟目标射2粒联合定向的攻击炸弹。These exercises are an opportunity for our military members to work together to exercise those capabilities. To one, send a message that we are prepared, and two, that if we need to fight, we can, and we can do it together. 北韩随时再起向日本的方向射1粒飞星12型中程弹道飞弹，大约是飞了4500到4600公里，飞过日本的北海道甲青森县的天顶了，6个太平洋海峡，引起日本发布国家级的警报，希望民众赶紧避难。这也是2017年了后，北韩导弹试射再度飞过日本的天顶。随时再起，日本的航空自卫队甲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出动 F-15、F-2甲 F-35战斗机，总共12台，伫日本的九州西边举行联合训练。美国总统拜登甲国防部长奥斯汀也分别甲日本的首相岸田文雄一个防卫大臣滨田正义通电话。This recent launch, which again posed an unacceptable threat to the Japanese public, as you noted at the beginning of your question, this is. The 39th ballistic missile that the DPRK has launched in 2022, and this kind of continued action, not only is it unlawful, it is destabilizing to the region and the whol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联合国秘书长古迪瑞斯伫随时发表书面声明，强调北韩的行为明显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希望金正恩政府随登到谈判桌，完成朝鲜半岛无核化。军事专家讲，北韩这份对无共地点发射飞弹，有可能是为了要测试各种环境之下的飞弹应用能力，收集相关资料，强化实际战力来突破南韩的防御网。南韩用10月政府5日上台了，北韩已经发射9粒导弹，不过受到新冠疫情影响，北韩休息一段时间。不过9月底又搁开始试射，即便试射中程弹道飞弹，会让看作是半人。了后可能会搁再发射洲际弹道飞弹，甚至进行第7遍的核试爆。公司新闻金冠庆编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三经新闻。日本众议院指出，北韩对日本发射飞弹，违反日本甲北韩的平壤宣言，绝对袂吞准。韩国朝鲜日报报道，南韩甲美国透早向东海发射地对地飞弹，不过南韩说是有1粒核武2号各样，落伫咧江陵区的基地。英国 Times 报道，英国首相特拉斯的经济政策失误，保守党内乱。面对党内批评，特拉斯呼吁党内要团结对抗在野的工党联盟。首日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美国国债超过31兆美金，破历史上悬纪录。
经济专家就认为讲，政府负责经国家经济，通货膨胀会成做经济上大阻碍。上尾是华盛顿邮报，罗西亚透过公投收乌克兰的领土，不过乌军的攻势起，表示要收复东部卡南部领土，罗西亚限制国际。南亚国家孟加拉将电网过样，全国超过8成的地区大停电，有1亿3千万人无电通用。今日乌妈妈只会当看到民众的手电啊光，甲往来车辆的车顶。南亚国家孟加拉随时发生电网故障，互全国超过8成地区向停电。伫餐厅内底人客敢若会当瓦靠蜡烛的光用餐。বাসা থেকে মোমবাতি কথা বলছে মগবাজার মোমবাতি নাই বলছে এখানে মোমবাতি নিয়ে যাইতে মানে এখানে তো মোমবাতি খুঁজে পাই না এখানে যে মোমবাতি জ্বালাইতে পারি না কারেন্ট নাই মোবাইলেও চার্জ নাই চার্জ দিতে পারি না কাস্টমারদের বিক্রিও করতে পারি না规个孟加拉除了西北部的部分地区，其他所在拢无电通用，影响人数达到1亿3千万人。受到俄乌战争影响，全球能源继续大起。孟加拉过去1个月出现严重欠电的状况，日本地区固定时间限制用电4点钟到13点钟。不过，这届的孟加拉电力发展委员会甲公营电力公司表示，是国内东部一个所在电网发生扩张，是毋是甲欠燃料有关系？该进一步调查。孟加拉顶届发生重大停电事故是伫2014年的11月，全国差不多7成地区停电将近10点钟。这届停电因为孟加拉首都打卡有超过2200万人，官方已经承诺会伫当地暗时8点进前赶紧复电。而打卡嘛已经伫暗时8点恢复电力。公司新闻台是唐平玉。有一个词地球村，形容全世界好亲像是住伫同一个庄仔共款，好歹拢爱做伙承担。这款形容词用来讲即摆全世界经济状况上界拄好，因为出入口无益，货币汇率小牵连，而且美国阁是一个大国。今年美国国强已经升利息12码，其他国家只好对咧升息维持金融运作。即阵联合国就呼吁各国要放慢升息的速度，若无全世界经济恐惊就会衰退，甚至长期拢无法度变好。若是行到这步，恐惊是比金融海啸也是疫情的时阵日子过甲更较凄惨。为着对抗严重的通货膨胀，先进国家拢起利息，尤其美国联准会费德的动作是上受关注。按算2023年年底，有可能会甲基准利率一调起到4.5%到4.75%以上。互美金的汇率是一直起，其他的货币是一直落，影响着其他国家的经济活动。联合国贸易和普丁会议伫一份全球经济展望年度报告内面，就对这种现象提出警告。Some 90 developing countries have seen their currencies weaken against the dollar this year. 90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over a third of them have seen that by more than a 10% devaluation.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 are falling and bond spreads are widening. 这个报告是指出讲，伫实际的薪水一直降、经营无稳定一直起来的状况之下，有可能甲全球经济慢慢成长变作衰退，了后有可能长期拢停伫遐。目前这个联合国的机构已经甲今年全球经济成长高达降到2.5%，明年的成长是放慢到2.2%，衰退时间若久长，造成的伤害有可能比2008年的经营起高龄，2020新冠疫情更较严重。We now need to increase support for vulnerable groups, including lower wage workers and households in financial distress. They need targeted social protection programs. 这份报告强调，费德今年以来已经起利息12码，恐惊互产值国家未来3年的经济产出是减少3600亿美金，对南美和非洲这低收入国家的影响上大。呼吁美国这国家的中央银行莫阁起利息啊，应该把焦点放伫个什么原因造成通货膨胀，较紧去解决。譬如讲对能源价销息上限，化解供应链的问题，加强管控商品市场的投机行为，要求无正常得利的公司100%成纳税。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耍游戏也好，讲电话联络也罢，即阵是人人拢拿手机啊，而且有的人阁毋拿一支。毋过相信大家拢有一款经验，就是充电线的插头甲手机啊袂合，出门一转就爱扎几落条。即阵欧洲议会是表决通过讲，2024年开始，后面境内所有的手机啊、平板电脑等等的充电接头，统一拢爱用 Type-C 迄型的，就是咱画面上倒边看到迄款，无论是正边也是倒边拢插入去。这款新规定会当互全欧洲一年是省2亿的欧元，因为无论是换手机啊，也是几落机要用，拢会当用同一条。
而且换新的手机旧的嘛毋免单调，阁会当减少喷射量，一年是会当减轻活动。不过，这款新政策影响上界大的就是苹果的产品，因为苹果目前的充电接头拢有因专属的规格。就有风声讲，苹果明年就会废除因 Lightning 的插头。欧洲议会以602票对13票差真侪票数，正式通过电子产品充电头统一为 Type-C 的欧盟新的标准。2024年开始，所有伫欧盟所卖的智慧手机、平板电脑，也佮有相机、摄影机这电子产品，充电口拢有变做单一的规格。大小接头毫无相通所造成的麻烦甲浪费袂佮发生。笔记型电脑是有较长的缓冲期，统一的规格是在2026年来实施。We are replacing this pile of chargers with just this. And the simple solution each year will save thousands of tons of electronic waste, facilitate the reuse of old electronics, better consumer convenience, reduce unnecessary costs. 这样政策已经伫欧盟讨论真侪年，实施了后，渴望互民众每年省折合大票60外亿个支出，降低欧盟境内1000外吨的电子废弃物。安卓系统的电子产品近年来已经慢慢改用 Type-C 的接头。苹果的平板电脑加 Mac 笔记型电脑虽已经改用 Type-C，iPhone 依然坚持家己的 Lightning 接头，有了会受到这个新规范上大冲击。不过，3000华为以下这组相机下要电子册，那银耳机这产品需要来改规格，相关是受到影响。Is, however, not the end of the story. No, we will need to monitor the evolution of charging technologies. 欧盟27个市场总共4亿5千万的人口，消费能力真悬。虽讲欧盟的监管变化往往牵动全球产业走向。这摆立法宣告 Type-C 时代正式来临，苹果警告会损害创新。制造大量电子本数，不过也有分析家认为可能产生积极的影响，促使消费者去买苹果新规格产品。公视新闻是会长编译。西班牙2013年发生高铁败马事故，14节车厢拢冲出轨道，有80个人死亡，140个人受伤。败马主要的原因是列车的速度上过紧，时速竟然是驶到190公里，是规定的80公里的2倍外。司机是封告过失杀人，不过受害者家属是认为讲高铁的安全体系嘛有问题，自动打动系统各样，等我的所在嘛无经过的标记，要求高铁的安全首长都要负责任。这阵专案是重新调查。西班牙一台白色高铁的列车伫弯道真紧驶过来，无想到忽然间败马是弄到边坡的壁变过去。这段遮恐怖的画面就发生伫2013年7月24日。伊当初这台载200多个人客高铁列车对马德里是开去费罗尔，伫接近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车站的时阵，因为车速伤紧，30个车厢拢冲出去，列车上尾引擎嘛着火，救援人员马上去救援，现场是车身破去，尸体满满是，互人唔敢看。困伫车厢，身材是细粒子的司机，好运互救出来的时阵，满面拢是血。伊还未出来的时阵，捌伫第一时间打电话给高铁公司，承认疏失。Es que la tenía en verde y me despisté y ¿cómo se llama? Y tenía que pasar 80 y pasé a 190, una cosa así. Es que eso ya lo dije de seguridad, ya que eso ya era peligroso, que un día nos íbamos a despistar y nos lo íbamos a tragar. 这段话变作事后调查重要的证据，司机嘛以过失杀人犯起诉，但是伊出庭的时阵，对当时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互伊袂当专心，是讲了无清无楚。Y no sé, yo lo único que sé, señoría, sinceramente, le digo que no lo sé, si no estoy tan loco como para no frenar. 受害家属对落尾干那司机一个人红定罪是感觉真不满，因为讲迄当阵自动的档案系统无启动，弯道的所在嘛无设有够的警告标语，因为讲高铁安全体系有问题，安全首长嘛爱负责。事件伫2016年登记调查，一个安全首长互起诉。最高审判是来到落尾的阶段，法官会听669个证人的证词，2个被告包括司机和高铁安全首长，拢要面对因为专业疏失致死的指控，因拢向检察官求处4年徒刑，家属嘛要求5800万欧元的赔偿。审判结果明年2月会当知。公视新闻张惠敏编译。乌克兰的脚球队基辅发电机队，伫咧国际比赛表现是一直真出色。
不过因为战争，球场煞变做战场，无法度坐飞机出国比赛，球员拢爱坐真久的巴士。而且因为亲人无伫咧身躯边，对球员的身体甲心理拢是真大的考验。支付发电机队的球员伫球场先运动来暖身，结果展开一连串的训练。来自支付的球队即阵只用伫离支付500-600公里远的温尼基球场来训练，因为战争球员必须离开故乡来训练甲比赛，无伫主场无球迷，毋过嘛是爱拍拼。В плані підтримки, звісно, хочеться грати на своєму рідному стадіоні у своїй країні і відчути підтримку наших вболівальників. А я вважаю, що це не гра, це все залежить від нас, від нашої підготовки. 支付发电机队是乌克兰卡球超级联赛球队之一，这个互外国媒体讲是乌克兰上成功的队伍。本季展开欧洲卡球联赛俱乐部的第2级欧霸联赛比赛，正确是伫个比数排上尾啊，无任何积分，不过球员依然保持旺盛的斗志。І розуміємо, наскільки нам потрібні ці перемоги, тому що ми вже програли 2 гри, але вважаю, що у нас великі дуже шанси, і ми маємо спроможність перемогти. Тому 伫支付的球場，因為烏克蘭甲俄羅斯戰爭已經真濟戰場，加上空中領域封鎖，到各區去比賽愛乘坐長途的巴士，才有法度轉坐飛行機。長途一直搬來搬去，也互球員體力負擔真大，加上親人無佇身軀邊，心理也承受真大考驗。記者綜合報道。帶大家來看2件甲動物有關係的消息。非洲的保育類動物烏卡徛哥，最近因為禽流感是死滅30隻。這款烏卡徛哥本來就面臨欠食食，生態地佫去用破壞濟難關，即陣佫有禽流感，恐驚是去用逼甲濟症。另外，南美洲的阿根廷最近海豹是少連續有13隻海鸯死亡，死因猶待調查。規身軀黑色甲白色的 AVA 長像是大面具相款的乌卡企鵝，是位生活在非洲的企鵝。不過最近因的生存出現危機，南非保育團體指出，開普敦附近的企鵝保護區博爾德斯海豹最近爆發禽流感，對8月中到即陣已經有將近30隻烏卡企鵝破病死去。If an African penguin or any other bird is diagnosed with having avian influenza, it is an untreatable disease, and therefore we do have to put them down. 烏卡企鵝已經予國際自然保護聯盟列做瀕臨危急的物種。博爾德斯海豹即陣大約有3000隻，保育人員正趕緊伫咧找破病的企鵝，並且甲因隔離。因煩惱講禽流感會加重這個烏卡企鵝生存的壓力。Ranging from a lack of food to habitat destruction to collapse of the ocean ecosystem, and so their numbers are decreasing. They're endangered, and their numbers are still going down. So, and in those cases, we are worried that a disease might just push them over the edge. 另外，伫南美阿根廷是連續出現海鸯死去，中南部的庫珀迪省9月下旬了後，陸續有死去的海鸯被衝上海堡。即陣已經發現有至少13隻死去海鸯，海鸯身軀並無外傷，死因也無清楚。不過部分的生物學家懷疑，可能是水液內底因為海草大量生長所產生的這個毒素，才造成海鸯的死亡。公視新聞徐婉玲編譯。美國加州有一間公司設計一款機器人來倒3公錢賣零紙條，唔驚燒，佫會當同齊處理無共款的料理，佫袂使性地。頭家就講實在是真好用。甲打只製好的馬鈴薯錢卡起來，予滴油，了後倒落拿底。這個機器人手鼓動作是真流利，煎出來馬鈴薯錢是酥酥。這個機器合作 FP2 是放佇灶卡內底，以人工智慧控制，用來煎物件機器。When an order comes in through the restaurant system, it automatically spits out the instructions to Flippy. Takes a frozen product, fries it for the precise amount of time, and puts the finished product in the end. It does it faster, more accurately, more reliably, and happier than most humans do it. 這個公司表示，這個機器會當伫同一個時間內底，按無共食譜做出幾種的料理，來降低灶卡卡手的需求，出菜的速度也變較緊。These food identification cameras. The cameras not only guide the robot and tell it exactly where it is in space and how to move through this area, but also identifies the food type, and it knows the recipe for each one. 因用5年的時間來開發這個機器，第一設計甲聽識編碼是下真濟心情，還佫讓這個系統學習甲灶卡的親密感。目前美國已經有素食連鎖店，嘛引進這個系統佇灶卡甲因倒卡手。We have to have a really good understanding of the food science in order to make sure the food quality is there, how different food sticks together, how it cooks over time, how the temperature and the heat go into it. 這間公司進前就推出會曉煎漢堡甲肉排的機器人，最近還佫長
用伫研发做饮料的机器人 CP， 有杯啊、甲树管等等，希望未来会当制作出完美的饮料。不过伊嘛强调讲，机器人是来斗相共的，餐饮业求新求变，到时人工的资源会当运用伫咧其他领域内底。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即摆义机假骹假手是做甲愈来愈亲像真的，这讲的不只是外观，嘛包含伊的功能。有一位捌代表澳洲参加2004年雅典帕运的游泳选手杰西卡·史密斯，伊出事的时阵就无倒手，细汉的时阵，佫因为巨型的义机车倒地沟，顶半身烫甲真严重，对义机就真无信心。即阵英国有一间公司邀请伊试用新型的义机，咱做伙来看。这毋是机器战警，或者是《魔鬼终结者》电影内面编出来机器人的故事。这是英国利兹一间科技公司 Coffin 为手有肢体障碍人所设计高精密人工手盘。这款强调功能性的仪机，用精密的机械，让仪机自手盘到转头啊，会当做出比传统仪机更较优的动作，也当透过云端资料库，即时得到研发厂商的协助进行维修甲升级。不代表澳洲参加2004雅典帕运的游泳选手杰西卡·史密斯也伫咧使用。I was born missing my left arm, and to this day there's been no explanation as to why that occurred. And then unfortunately, when I was 18 months of age, I suffered a burns accident in the kitchen that left me with prominent scarring on my neck and chest, but hasn't stopped me from achieving my goals in life. 因为伫细汉时阵用巨型的仪机，互伊伫咧灶骹内面，甲装烧水的地沟淹倒。要爱意识皮肤加正当的复健过程，互杰西卡对仪机正惊。到2002年，英国利兹的科技公司 Coffin 甲伊接触，希望伊来试用新型的手的仪机。We've tried to build in the AI technology which allows us to connect to the hand anywhere basically in the world and change configuration on the device instantaneously on the fly for the customer. It saves the customer going to the clinicians directly or travelling, the clinicians taking time out, and we can make them changes to benefit the patient. 用手甲脚的仪机的障碍者，伫咧装仪机了，拢需要时间来练习。适应即款本来无熟有家己身体机械，这对不是运动员的杰西卡来讲无啥困难。这么伊除了家庭生活以外，也全力伫咧巡回演讲，希望用家己的成长经验。互有肢体障碍人会当接受家己甲别人无共款的外表，也互社会对即款有障碍人更较包容。公司新闻徐嘉玲编辑。感谢你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